嘛是个人真期待，昨是24节开的双港。昨咱新闻嘛讲到，古早人讲双港风台走起场，意思就是讲双港过了后，风台季节应该是过啊。刷来秋天、寒天伫要来，交通部观光局就经历咧双港这一天，特别办台湾温泉记者会，现场有精彩表演，搁再邀请规台湾18间出名温泉业者摆搭位来撒优待。观光局讲，规台湾拢总有19个温泉区，10款无共款的水质。将刷落来，会当利用下个月秋冬补助来出名温泉区浸风水。温泉迎宾的舞团动作真整齐，用鼓声为活动来咧开幕。天气豆豆咧反冷，选伫24节气当中，双港的这一天，交通部观光局来举办台湾好汤的活动，要来推广温泉。来看去年网友选出来全台湾5大有名的温泉，北部有新北投甲打客温泉来上榜，中部是古关的温泉，南部是真特别的关仔岭温泉。东部各有低本温泉，全国之冠就是最多全职的，鼓励一些我们年轻人回来乡下创业。今年减少中国大陆的人客，温泉业者步数真紧，要来杀国内旅游的市场。交通部观光局嘛预算伫咧11月初1，要来杀温泉补助，救国内旅游。只要旅客来到有配合秋冬旅游补助的饭店大，而且保留收据，就会当来观光局合作的温泉业者享受公共池免费，也是温泉间减200块的优待。算算的，原本大一暝爱2000块，若是搁去浸温泉300块，就爱开2300块。若使用秋冬补助的方案，会当减1000块大的费用，搁再来配合温泉的补助，省浸温泉的钱。规蛇旅程只要1000块就会用。餐饮业啦，还有泡汤业者甚至其他的这个行业啊，也都会有受益的。当然没有办法去评估各行各业的一个财务到底会有多少的效益，但是经济效益一定会有。希望借着温泉来省人客，带动观光区的买气。但是国家的温泉价销无共款，若是要拢免费，业者参加的意思是安怎？也有大的收据换浸温泉，民众是毋是会当接受？拢搁爱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